国文课可能有提到啊。鲁本中的名著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它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角色，就是周瑜跟诸葛亮。周瑜跟诸葛亮他们是分属不同的阵营啊。那他们在一场赤壁之战当中，因为两边的国家合作力抗曹操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有这样的合作的机会。好，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，那个周瑜啊，就看到诸葛亮的才情，他的军事的那个谋略，哇，他一开始是非常的羡慕的，可是他觉得很有怎么样，就是非常的有幸可以跟这样子一个军事常才很有谋略的人一起共事。可是呢，时间一直这样子往前推进的时候呢，那个周瑜心里面的那个嫉妒的火就开始烧起来，他就开始嫉妒诸葛亮的才能，嫉妒过程当中开始彼此暗中较劲，然后他就一直想要设计设法把诸葛亮给除掉，因为怎样，他想当最厉害的那一个，第二名嘛，只要先把第一名给除掉。我就是第一名了，因为第一名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他一直设法想要，用一些谋略，好让诸葛亮好像是不小心死的还是怎么样，好。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诸葛亮都略胜一筹啊，所以周瑜他的伎俩都没有办法得逞，那周瑜就很生气，很郁卒啊，很郁闷。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，因为这样子郁闷就死了。气死啊！真的气死了，就是这样，他真的是气死了。好，气死，他在气死之前，他在断气之前呢，他就说了一句话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言，也叫做“寄生他的世界，容下亚伯的存在”。该隐他失去了自己的身份，他失去了他一个做兄长的身份，他也失去了他自己有的价值。因为当我们在嫉妒，开始有那种嫉妒的心燃起的时候，同时他也在告诉自己一件事，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哦，是自己诋毁了自己的价值。当我们看不清楚自己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容易嫉妒别人。所以如果在你的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你觉得有一些人他的才能好像也还蛮不错的，他跟你拥有同样的才能，我不晓得那个嫉妒的火有没有在你心里好像有一点点点燃，就是每次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，可能在我们心里都会想说，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也会，然后就觉得为什么老师都选他不选我，为什么同学都选他不选我，为什么同学都喜欢跟他一组不跟我一组，就开始有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，要小心。当我们在嫉妒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否定自己。我们不要自我否定，没有人否定你，但是我们不要自我否定啊！我们不要自我否定。余量情节就好像经不起考验的玻璃心。我想这个人很玻璃心，就人家讲人家说者无意啊，你听着人说者无心啊，你听着人听得这么玻璃心，一下就碎掉了，好像人家都在讲你还怎么样？但是人的本性就是爱比较。其实如果没有放在一起，其实也不晓得高低了啊。那好胜心驱使我们去做一些比较，这个好胜心让我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喜欢打篮球，但是就想要赢，每个都想要赢，但是很期待赢，但是又很怕说万一输了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要太玻璃心。我们常常会比地位、比背景、比学历、比收入、比影响力，甚至于现在有人讲的比曝光度。常常有人要刷存在感，有没有？不断的po文，不断的刷存在感这样子。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，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，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比。因为如果我们是认同自己的，我们如果对上帝有信心，我们就相信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，我们就不需要跟人家去比什么。这个世上常常会有让我们很多比较、比分数，什么样都可以量化，需要量化，好像是比分数。可是上帝我们在上帝的眼里，上帝所创造都是看为美好。
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周瑜就是一个例子，没有比较不知道高下，一旦要比较就硬要分出个胜负，在这个时候，人跟人彼此之间的鸿沟就产生了。每次在读新的诫命，谢谢于涵，我们往前拉到新的诫命。每次我们在读新的诫命的时候，读到第2段，耶稣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”我不晓得，我们常常在礼拜当中，我们来宣读这个新的诫命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问号，就是为什么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？我可以呼吁就好啦，提醒就好啦。为什么它是一个命令？是一个命令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要遵守，你都要遵守，这是个命令。那为什么耶稣要下这样的命令呢？耶稣要下这个命令，就代表要做到这个真的很难。我相信你们的以新套系来讲，你们辅导不管是新入还是定性，都不会说我命令你们要干嘛干嘛干嘛。我命令你们9点半就要开始聚会，我命令你们11点10分就是要准时结束。通常我不会用这种我命令你们怎么样，就是我们9点半开始聚会啊，好，大家准时来，就是呼吁的勾讲，台语叫勾讲，就呼吁不断的这样子招呼就是邀请这样子。耶稣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？耶稣会下这个命令，就代表彼此相爱真的是很难做到，难到一个地步，它很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必须要下命令。所以约翰一书它是一封教会信函，既然是一个信件，就是针对当时教会特殊的一些事情的需要来写的。当时基督徒要面对了许多异端邪说的困扰，使得一些信徒他们原本纯真的信仰被掺杂了一些不对的东西。比如说他们认为像我们所信的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上帝，可是他们就觉得没有耶稣不是圣子啊，耶稣不过就是个先知而已，耶稣或者说耶稣不过是个神话人物，根本没有这号人。就有很多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圣经，没有新约圣经可以像我们每天，我们如果听什么不对，我们还会回去翻圣经来查证。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，还没有新约圣经，所以他们没有好查证的，就是在教会里，在会堂里听一听，然后这个人讲这样，那个人讲那样，哇，白都可以说成黑的，他们就开始胡撒撒，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被灌输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，他们就忘记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，他们就乱了，他们对真理就认识不清了，就开始觉得好像我们信的上帝怪怪的，好像他应该不是我们敬拜的上帝。因此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争执，因为有人还是很纯正，他的真理还是很纯正，说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，另外一边就说没有啦，没那回事，我们应该是怎样的，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怎样，他们就在争执这些，两边就吵起来争执，然后呢，坚持的人继续坚持下去，那不想再吵的人，他们就可能很多人就离开教会。约翰一书的作者在这个时候呼吁信徒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牺牲的爱，要大家为弟兄舍命。大家看到这边，我会想到那要殉道的意思吗？切腹自杀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为弟兄舍命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为弟兄舍命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愿意为了弟兄的软弱，我们放下自己的坚持。为了弟兄的软弱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为了弟兄的软弱的缘故，我宁可不做。常常有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退一步，我们不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跟坚持。我们常常忘记了要为了维持整个教会的好处，愿意谦卑忍耐，
等候上帝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一起与主同坐席，我们守圣餐。在当时逾越节的晚餐，耶稣也是和门徒一起守圣餐，这是他跟门徒的最后一餐。在耶稣跟门徒的最后一餐里面，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位门徒犹大已经有了在那个晚餐里，他有了出卖耶稣的打算。耶稣也知道，但是耶稣并没有戳破他，耶稣接纳他，并且和他一起吃饭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包括牧师，我们应该不会跟一个出卖自己的人还在那边吃饭，哪有那个心情啊？你会跟出卖你的人吃饭吗？你明明知道他出卖你，你会约他出来一起吃饭吗？不会啊，头壳坏掉，怎么会约他一起吃饭？可是耶稣他就愿意跟犹大一起吃饭。然后呢，犹大吃了晚餐，他吃了饭之后，他就出去，他要开始去找罗马的兵丁，他要出卖耶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耶稣要受难之前的这一个空档，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就对在座剩下的那些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。”新的诫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境当中，耶稣说出去的。就在门徒即将要四散，然后可能到时候会每个人都指责说：“啊，都是你啊！你那时候什么彼得啊、罗马兵丁还什么侍女啊问你啊，认不认识这个耶稣？哦，你不承认耶稣哦，哦你不承认哦，然后说哦某某人你跑得比我快哦，在互相交相指责之前，耶稣告诉他们：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如果耶稣基督他不爱那些让众人失望又彼此互相争风吃醋的门徒，如果耶稣他不想拣选出卖他的犹大，不愿意和他一起吃饭，如果耶稣不爱那些瘸腿、瞎眼、失明、长大麻风的人，如果耶稣不喜欢哭闹又不听话的小孩，如果耶稣不愿意和那犯奸淫、当场被逮捕正着的妇女有任何的接触，如果耶稣他不想和任何社会的边缘人有任何的干涉，那么整整4卷福音书，如果你对4卷福音书都有所了解，不管你了解有多深，还是深还是浅，我相信你会发现，如果4卷福音书里面把这一些东西通通拿掉，可能还都什么都不剩，可能什么都不剩。身为一位基督徒，其实就是注定这个社会的边缘人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常常被人拿着放大镜来检视，常常因着众人的眼光让我们很有压力。这世界常常会有一些事情，让我们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让我们失去对上帝的仰望，因为我们急着想要知道答案，但是上帝又不会给我们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会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可能会离开上帝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些从世界而来的逼迫视为正常。在传道书，我们之前所读的传道书说，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沉默有时，说话有时。在查经祷告会的时候，每个礼拜三查经祷告会的时候，牧师有跟每一个来参与的弟兄姐妹提出一个挑战。我就说，最近几年来，其实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公投联署的活动，有很多议题，不管是之前的同性议题也好，和要不要废核的议题也好，要不要废死刑的议题也好，还有最近的冬奥正名运动也好，很多的议题被拿出来讨论，其中有些人就发起了公投联署。照理说，教会应该是要谈政治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政治就是众人的事。那我们是被上帝呼召要来这个世上做光做盐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出世，好像那些尼姑和尚出世
出家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是要进入这个世界，做光做盐，并且成为一个好的影响力。既然我们要进入世界做光做盐，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个世界，了解我们身边的人在想什么，我们就要去关心这些所谓的政治。可是为什么现在许多的教会不敢谈政治？一提到政治，好像洪水猛兽这样，不能谈，政治不能讲，什么都不能讲。根本的原因，我们之所以无法谈政治的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无法彼此相爱，我们无法尊重别人跟我们有不同的理念、想法跟见解。我们碰到不一样想法的人，会一直极力的想要说服他，让自己的想法、意见被高举、被看见、被壮大。然后你跟我不一样了，你怎么可以跟我不一样呢？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。之前有一天在社青里面有一个分享，他说他上班的时候，他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基督徒，拿着联署公投的联署，然后去给他们的同事联署要签。你拿着联署单去，目的就是让人家签同意嘛，好，签同意。结果呢，他的同事就觉得说，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呢，能不能，我觉得我不要签，我现在不想签。可是这个基督徒却非常的极力的说服他，然后说服不成，变成有一点恐吓，然后甚至于骂这个同事，你为什么不签？你不签是不是一定你怎样，哇，就是讲一大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拿着联署单，然后有一个基督徒这样对你，可是你心里是不想签的，你作何感想？一定很不舒服。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不敢谈政治，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某些人太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在我们还没有成为光、成为盐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先撕裂了，我们就已经先决裂了，我们就已经好像要拼得你死我活一样。就好像该隐，我的记录就是要被看见啊！为什么没有被看见？你亚伯算什么？为什么上帝就是要选你的祭物？为什么就好像周瑜一样，看到诸葛亮就是嫉妒？为什么他就是比较好啊？我就是不行吗？那我的意见为什么你不认同我的意见呢？我们往往会彼此忘记了那彼此相爱。这个世界要让我们决裂的方法太多了。其实联不联署并不重要，因为耶稣并没有命令我们你一定要联署，同不同意也不重要，因为耶稣也没有命令我们你一定要同意什么。但是耶稣有一个重要的命令，也是他唯一的命令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是耶稣唯一给我们下的一个命令。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应当要为弟兄舍命，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，给弟兄留一条活路，给彼此留一条活路，不要把他们都塞死了，就是得听你的不可。那么他真的是可能会因此离开教会，他的灵命可能就真的死了。那么我们可能就成为那个杀手，就成为该隐这样子的人，杀了自己的弟兄还不知道，还不认错，还不悔改。如果有人被边缘化，我们要接纳他；如果有人的言不再有邪味，我们仍然要爱他。如果有人逼迫你、出卖你，如果你因为义而受逼迫，那么你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感谢耶稣牺牲的爱，让我们可以常常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以前
靠着主出死入生，并且我们要借由圣灵的帮助，不断的跨越自己灵性上的障碍，要跨越，进入每一个新的境界，要提升自己属灵的眼光，不要只是在言语上，总要在行为上给做出来。重要的并不是自己的意见被看重，重要的不是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被接纳，而是基督的爱可以在我们信仰群体当中来彰显，让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。我们今天要来领圣餐，上帝是爱，我们本是出于上帝，但是因着罪，我们离开了神。但因着耶稣的牺牲，让我们可以再重新回到上帝里面。透过我们今天领圣餐，我们请亚明长老。透过今天的领圣餐，我们要回想，我们要思想，当初我们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立约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洗，牧师呼吁你们可以好好考虑受洗这件事情。在这个世界总是告诉我们没有价值，这个世界总是用很多方式来攻击我们，搞得我们像该隐一样。可是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，上帝会告诉你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看重你，因为你是我手所造的。每逢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坐席的时候，这是耶稣的身体，他为我们而舍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领圣餐的时候，从一然后被破碎。在我们新约的这个时代，领圣餐不在乎它是饼还是面包，还是任何形式，它是一个象征。透过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领圣餐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他，与他一体。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耶稣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这是耶稣的身体，为我们所打破的。这是耶稣的身体，他为我们所打破的。在最后的晚餐里面，耶稣当他跟门徒吃完饼之后，他也照样举杯说：“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宝血。因着我为你们所流的宝血，因着我的牺牲，因着我被钉在十字架，你们的罪都被洗清，都被洁净，以至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跟我合而为一。”待会我们领圣餐的方式，我们邀请所有当你有受洗成为基督徒、成人洗礼或者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，可以从你们这边右手边这个走道的右手边前来领圣餐。你们可以自行剥一块面包。上帝的恩典很大，不用太客气，不要剥得小小一咪咪，可以尽量大一点没关系。剥了面包之后，然后再沾葡萄汁，沾了葡萄汁就可以领受，然后再从左边这边依序再回到你们的座位上。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。这是耶稣的身体。
拜。